庄严悦意的珍宝宫殿，出现了4名美丽天女，铺设如然坐垫，共上303天。他准备出发时，他们告诉他，如果继续前行，你不要向南方走，否则会有灾难出现。比如他刚刚那个城市欢喜城里面带着的话，那就不往前走的情况下，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当也是一个很好的待遇，然后就可以在那边享受快乐。但是呢，他就是也是一直往前走，但是也没有太大的一定要从哪里去哪里这样的一些方向嘛，但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往南方走。那么走的时候呢，就是都会给他说不能往南方走，危险，但他没有听，前往南方，来到了比前面欢喜者更为庄严的聚喜城，有8名美丽天女如前一样恭敬城市，并对他说不要朝南方走，否则会有灾难。但他还是不听，继续向南方走，来到了比聚喜城更圆满的相醉城，有16名美女前来迎接城市，有告诉他不要向南方走，否则有大难临头。但他仍然想往南方走去，来到一座高耸如云的白色城堡，善思城堡，有32位美丽天女迎接他，铺设柔软坐垫，共上303天，对他说住在这里吧，但他却想走。临行之时，天女们告诉他，如果你非要前行，千万不要再向南方去，否则定会大难临头。但他无论如何仍想向南方走，愿继续向南方走去。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铁建中台，什么贴什么？建筑门前有一刺目凶恶的黑人。凶恶的黑人手持长长的铁棒，他问黑人：“这屋里有什么？”黑人沉默不语。他到近前去，结果看到许多同样的人，吓得他毛骨悚然，口中喊着：“罪过，罪过！真的出现灾难了！”他一边想着，一边走进那座建筑物中。屋内一人正烧出铁轮，在头上旋转的痛苦，白色的脑浆四处喷射。他问：“你造了什么业？”那人回答：“我曾经用降低母亲的头，现在感受此业力的艺术果报。你为什么不在半时城享受幸福快乐，却要来此自讨口吃呢？”他想，那么说我也同样是有这种业力牵引到这里的。这是从空中传来，愿受护者得解脱，愿解脱者束缚的声音。于是铁轮落到他的头上，他也同样白色脑浆四处喷射，感受了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以此为缘，他对自己一样的一切众生升起了猛烈的悲心。他想，这一次轮回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用脚踢母亲的头而感受此种痛苦的众生，愿所有这些众生的痛苦都承受于我的身上，由我一人来代受。愿其他一切众生生生世世不再感受这样的痛苦。这样想后，铁轮立即飞到空中，于是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空中7肘高处，享受无比的安乐。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听这个故事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前面为什么就是有遇到了这些城市，而且有对他那么好，然后就是可以非常幸福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办法再待下来，一直往南方走，因为都是因果，所以就所有的我们众生的一切的因果是怎么说呢？那个不会离开的我们在过去生也好，现在也好，所造的一切的业力是必须的要，我们就迟早都是我们就一定要感受的。所以他呢，就是因为就是用脚踢了他母亲的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可能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母亲也是为了他又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但是他最后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听从母亲的。然后同时他在离开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呢，也是母亲也不放下他，然后一直都是在印度过去商人去那个大海中取宝的这个故事，还是佛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所以呢，就是要前面准备很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还要准备怎么说呢，要有跟随他去的人，然后各个方面，然后就是也是有船等等各个方面准备了需要准备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些一切的过程当中，那母亲肯定也是一直有阻拦他吧，应该也是一定的。那但是最后到最后要在真正的临走的这个时候，也是母亲也是不放着他然后就是拽着他的衣服，然后就哭泣的时候呢，他就很生气。他呢当然他也是会想，我去大海中取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马上出发的时候，就是母亲在那边哭的时候，他觉得可能这个元气不好，这不吉祥，所以就以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也是不去感受母亲的这个心理的痛苦，他就是用脚踢了母亲的头，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因果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就没有需要很久时间后，他就是在感受到他的这个果报嘛。但是这么严重的这个罪过，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可以感受到的这种因果，也是以发菩提心、发自他相换的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么就立刻解脱了一切痛苦，获得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所以这些来说的话，也是我们要知道，第一就是因果不虚，因果不假，而且是因果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迅速的会受到报应。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看今天我们发菩提心的力量，我们就是修那个阿耨菩萨行论里面也是有讲，菩提心的功德是比其他任何功德都是更为殊胜的。就像那个我们就是黄金跟那个铁的这样的形容，如果是做多少斤的铁，用1两黄金来把它能够可以在怎么说呢，那个染成那个金色的话，那么变成黄金一般的颜色。但是用多少的铁染成那个黄金，那么就是没有办法变成那个怎么说呢，铁的颜色。以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力量来说的话，就菩提心的力量是如同黄金一般的。那其他所有的力量呢，就是如同一般的那种铁一样的那么这两个的分量根本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只是每次发一个菩提心的这个力量都是一次菩提心的力量都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修持佛法的当中呢，就是最没有办法缺少的就是菩提心。如果是真的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在修任何的法，做任何的功德，都变成时间的功德而已，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成佛的功德。所以我们真正的要修行的人，那么就是要如法的修行的方式来说到，那么必须得要发菩提心。有发菩提心的这种
修持的一切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光是在这里细节的，相当就是分析的，就是细节的讲的话，那我们就是修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有这么多的功德，就相当前面的2个故事。第一个就是世尊在地狱当中呢发自他相换的菩提心的功德，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刚刚看到，就是印度的那个商人，那么他就替母亲的那个头的以这样的一个因果的报应来到他的头上的时候，他就立刻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自他相换的一个功德，那个菩提心的功德，他就直接就解脱了。那么就解脱，就是解脱他那个当下的痛苦。然后接下来的那个人呢，最后去了哪里？这些方面，那这个故事里面也没有讲嘛，也不需要讲，因为我们主要是学习就是自他相换的功德而已嘛。那么这些的故事全部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的故事都是从佛经里面来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这些都是一定要就是能够可以再相信的是事实的故事，并不是说是怎么说呢，编造出来的。这样的自他相换菩提心是修持菩提过程中最不可少的究竟正法。往昔噶当派的格西们也将此自他相换的作为修行的核心。所有的过去那个噶当派的格西，所以我们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平常都是会提到噶当派，因为这些来说的藏传佛教最早的修持者，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些修持者那么他们呢，就是在修持的这个怎么说呢？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殊胜，而且是行为也好，各个方面是非常如法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些修行大成就者。所以呢，每次都是会提到从前噶当派很多的格西，他们就是修到怎么说呢？那个修无常的方面各个方面，因为有就是很多的他们修持的一些案例，相当就是他们修无常的情况下，那么早餐吃完了，他也不考虑再吃中餐的，中餐吃好了，他也不会去怎么说呢？计划要吃晚餐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会想早餐吃完了，那就不一定，中餐的时候还不一定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准备为了中餐，我们就不要再做任何的准备，先我们就修法才是最重要的。相当就是平常吃完早餐那么就相当就是吃完饭的时候，那么就自己的这个本身修行人的器具也是比较简单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把那个自己的碗也是不会就是这样放着的。这样放着的时候，他们因为碗那些就是要倒着放，倒过来放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好的。然后他们就有种说法，就是在碗如果是这样直接正常的方法放的情况下，那也是会很多的众生会进入在这个碗里面，然后就变成他们的，就像他们的居住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众生我们是看不到的，很多时候呢，就是有些怎么说呢？那个有些人说，因为有信仰的人都有多多少少有这种概念嘛。有些人说很多众生跟着我来了，然后很多众生什么会不会跟着我来等等一些各种各样的想法。那么这些来说呢，实际上也是有一点点的道理的，因为众生是无所不在的，任何一点小小的空间上面都有很多的众生。就像我们在普贤行愿品当中，就是一刹之中就是成数刹的一样的道理。所以一个刹尘当中都是有那么多的诸佛菩萨，那么多的这个世界都能够可以在容得下的情况下，那么在一个碗里面的空间是多大的一个空间？这里就是有可以容很多的世界，很多的城市。那么就很多众生呢，就是进入这个里面，变成了他们的居住的地方一样。那我们再用的时候呢，又是灭掉一个城市一样的，有这些的罪过。所以平常的时候，所以呢，噶当派的这些格西嘛，早餐用完了，碗也是倒着口放的。然后就像比如说我不一定用中餐，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间放得长的也不好，
所以就是要，如果是我中午在的情况下再说，如果是不一定中午会在所以就他们把观想无常这些来说的话，那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一次两次的，那么整个的修持的过程当中都是以这样的修持无常，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多少年的时间修持到最后是成就了的以这些，所以他们也是以自他相还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作为主要的修持的核心。自本作人着康中